信和集團因應氣候變化問題，致力減碳，藉着起動循環計劃，鼓勵租戶、住客、合作夥伴同大眾喺日常生活中實踐綠色生活。信和管業優勢同信和集團秉持同一理念，積極推動減廢重用同回收再造。我哋將綠色管理融入日常營運各個層面，推行各種計劃同措施，鼓勵大家共同參與，從源頭減廢，推廣循環再用，攜手推動循環經濟。我哋致力將物業管理同事回收返嚟嘅廢料應用喺我哋嘅物業裏邊，例如可以升級再造，轉化為可持續嘅建築材料，好似環保磚 EcoBricks。我哋亦都會同理念相近嘅設計師、設計學院合作，將回收返嚟嘅唔同廢料配合設計，升級再造。我哋希望俾大眾認識到數以噸計嘅塑膠、玻璃樽等等不同嘅廢料都可以轉化再生，實踐循環經濟嘅可持續理念。我哋誠意邀請大家一齊參與起動循環。 ，Let's go circular！